呢對 Vans 嘅 Authentic 原來得日本嘅 Billie 先買得到。除咗 ABC Mart， 我諗近年大家去親日本好多時都會順便行埋呢間 Billie。事關有啲款真係得佢先有，點解咁巴閉嘅呢？其實 Billie 全名叫 Billie ENT， 不過睇翻2014年涉谷店開嗰陣嘅新聞稿，原來係讀做 Billie Enter。佢其實都係 ABC Mart 集團旗下嘅一間鞋鋪，但佢 sell 嘅唔係價錢大眾化皮鞋、波鞋乜都有得賣嗰啲，而係一種 Tokyo Style Elite 嘅定位。除咗賣嘅鞋款講究啲，鋪面嘅木裝修、揀嘅 sofa 都係走型格嘅 style， 就好似 Atmos 之類嗰啲潮鋪咁。仲因為日本 Vans 嘅商標權仲喺 ABC Mart 手上，所以 Billie 早年就有最齊全嘅 Vans World 賣。就算呢個 High End 系列後尾結束咗，佢每季都仲 keep 住有好多獨家嘅 Premium 款，就好似以前嘅 Authentic 功夫鞋啊，或者前面嗰對 Deck Shoes 咁。而除咗 Vans 之外 ，Billie 近年都一樣成功爭取到好多其他牌子嘅 exclusive 款，例如得佢先有嘅全黑同卡其色嘅 Asics Live Walker、沙洛蒙嘅 RX Mock 等等。喺波鞋之外，其實 Billie 對成個 total look 都好講究，所以鋪頭入邊唔只會有啲時裝賣下，佢哋仲會有個 IG 係專門 share 佢哋店員嘅 style 力，貫徹翻佢哋 Style Elite 嘅身份。